雪有些很贵。哎呀，火锅味道！交18了。我平时开这个。在这儿，在这里，在后面。
好，还有。我在这个地方他就对我在这他就不走。联系，联系。重新放一次。先拍嘛，先跳一个吧，先跳一个。转圈圈嘛。本来就是小船嘛，只是说今天人比较多，都全部是亲戚。因为永儿的永生他们家里面都有7、8个，还没包括德国的。还有小驴，张小璐也在跳，以前基本上不跳的。这个当老师啊，他本来他平常也在当老师，就在罗马那边教，白天就教跳国中舞吧，社会的那种，晚上就出来跳舞。有些晚上，白天上午还是中午，反正有一天在外面卖东西，然后是教跳舞，晚上在那个酒吧中心在跳舞。他们2姊妹现在又搬到这边来了。昨天好像在庆元宫那边白马都看到他们了，他们搬过来了。
这个都是除了那个这两个哥哥两姐妹，其他都是一家的。这个对勇儿的表姐，他们两个一个是浅灰色那个是丹尔蒙，那边是江阴沃姆。这个很久了。这个就江妖姆，这个后面那个是，这后面是丹尔姆。这个样子看有点像曲轴。张金郎不的声誉。左边那个叫江阳王母，中间是什么犯错，是勇儿。music。可以吗？
没走啊？哦，对，你现在还做还做了吗？就还是那个酒店啊，好，这是不是有了？哎，还可以吧？这两天听温度还可以，不是很高。和我们兰州一样的，哎呀，但是成都比兰州要差不多，应该。还有时各个有时。本来是也早上去，如果你去。没看到不去，没人去。还收裤子，他穿的裤子，还帮他看一下有点去，还集合了去吧。他穿的不请的人的嘛，他还是请的工人嘛，他给那个负责看一下嘛。吴京给那个负责看一下的意思，考一下。跳跳跳跳跳！徒弟。这一50块钱啊！哎呦，停！咱们拍个视频，等会儿拍完了视频你跳。哦，好的，我看他们让
让我上去的。我自己说的老哥，不，三，没有吗？准备好了吗？Hello， 3、2、1。快冲下去！加起过程快一点，晚一点，是2分钟。这个吗？这是左上场我，是左上场。我们跳的。扎西过程。就这个，这2分钟。杨姐他们声音。将军他们声音。他一个人跳这个动作，一个人不管你这个动作跳的。这个可太多了。哦重新来哦！跳，继续跳！重新来吧！阿姆，音箱没电了。那请喝酒吧。请喝酒也可以。请喝酒嘛，请喝酒还就跳了啊，他就跳了。请个酒吗？你看阿姆，大伙跳。阿布啊，都有点长哦，都有点长。没电了。他不得走，他不因为自己唱，音箱没电了。对呀，还不是你，音箱不是他的。是你的音箱有问题。